琳琅，你不逃走，可真是省了我不少事儿。用护法还是那么厉害，可是我是奉戴公主之命来太乙山寻找月亮花种。青天姐姐那么信任我，我可不能辜负她对我的期望。日轩，你这么阻挠我执行青天姐姐的命令，她会伤心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叶青天的话？青天姐姐代替公主掌管月灵宫，整日忙碌，可这些都比不过你对她的忽视。她这么爱你，可你却只爱那个月影。月影这个名字，是你能叫的吗？我们应该要往哪边走来着？小毛，你说说。哎，我记得师姐好像说过会经过竹林来着。还好我想起来了，走喽，小毛。哎，苏冉冉这个猪又迷路，叫他在山下等，山下等。哎，哎，小二，你也来找冉冉？这个笨蛋一向不认路。月灵宫有人闯入。什么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天黑之前找不到小师妹，你们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！哼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情况有变，快走！小毛，我们应该是往前面走，还是往下面走啊？应该是往下面走。走，小毛。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啊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叶青天，这次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命令。你以为我看不透你吗？你以为叶青天看不透你吗？月亮花种由太乙派绝情剑萧沐尘所守护，凭你拿得到？或者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月亮花种？你默默地守在睡在树林里的姑娘身边，青天姐姐要是知道了，得有多伤心啊！住手！
日轩哥哥，你的月影中了我的魔音，可不认得你了哟。二师兄，等一下，琳琅交给我，你来照顾他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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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危险，带他回京。师姐，你说这都找了一夜了，小师妹她能去哪儿啊？哎，师姐，小师妹莫非不是迷路，而是她……让你说，让你说，还说！我看你这个嘴啊，除了吃饭也没什么用。来，师姐帮你色他。不是，二师兄来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冉冉被哥哥送回家了。什么？哎，萧二，你可害死冉冉了！刚从虎口出来，就被你送进狼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？住手！住手！月影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，妹妹？你做噩梦了？可怕的梦。没事，啊，有哥哥们在呢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妹妹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记得我在竹林里遇到了2个奇怪的人，他们互相大打出手。啊？那你受伤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除了这些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他们2个，一个自称是左护法琳琅，另一个自称右护法日轩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们1个2个是要死吗？妹妹都被吓成这样了，还问？
妹妹，想不起来呢，咱们就不想了啊。他在哪儿？已经回京城了。我昏睡了多久2天2夜。你的毒已经解了。3年了，月亮花种已经快成熟了，你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而我。 到现在还不知道九半灵芝的下落。这3年，你把它照顾得很好。接下来，就该由我来保护它了。你会害了它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你走吧。在月亮花种成熟之前，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不会让它受半点伤害。 3年没见了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们岳灵公入侵太乙山，